大家好，接住落嚟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下同小朋友溝通嘅少少秘訣啦。首先，作為老師或者家長嘅我哋係需要抱住一個真誠同埋平等嘅態度。小朋友能夠敏感去知道你係咪真心去聆聽佢哋嘅説話㗎。我哋不妨可以試下踎低少少，同佢哋平視，進行一場人與人之間嘅對話。其次，聆聽唔係一次性嘅任務，而係日常嘅習慣。小朋友會喺持續嘅信任裏邊，越嚟越願意同你敞開心扉，真誠咁同你合作去對話。仲有啊，我哋要接納小朋友嘅所有情緒，允許小朋友去表達一啲嘅負面嘅情緒，包括憤怒、悲傷、嫉妒。呢個亦都係佢哋學習處理情緒重要嘅一步。希望以上少少嘅分享能夠幫到各位家長同你哋嘅小朋友建立一個密切嘅關係啦。聆聽兒童聲音，守護家庭。